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今天是6月3号，周六礼拜，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。我们也用现在这个时间，我们来预备我们的心，我们来赞美我们的神，好不好？我们用这首歌，我们起立，我们先用这首歌，我们来赞美我们的神，因为我们的神是凡事都可能的神，在他能成就一切，在他能成就一切。我能成就一切，能成就一切，因你赐我力量，凡事都有可能，有你瞎眼能看见，生命能改变，我凭信心而活，凡事都可能，凡事都有可能。我活着不是凭眼见，我活着不是凭眼见，我活着不是凭感觉，我活着不是凭感觉，我甚至主你与我同在，在你却没有难成的事，有你我能成就一切，能成就一切，因你赐我力量，凡事都有可能，有你瞎眼能看见，生命能改变，我凭信心而活，凡事都有可能。哈利路亚！让我们再一次再来唱。不是凭眼见，我活着不是凭感觉，我甚至主你与我同在，在你却没有难成的事，有你我能成就一切，能成就一切，因你赐我力量，凡事都有可能，有你瞎眼能看见，生命能改变，我凭信心而活，凡事都有可能，有你我能成就一切，能成就一切，因你赐我力量，凡事都有可能，有你瞎眼能看见，生命能改变，我凭信心而活，凡事都有可能，有你我能成就一切，能成就一切，因你赐我力量，凡事都有可能，我相信，我相信，看见，我相信，我相信耶稣，我相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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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耶稣，我相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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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耶稣，再一次，我相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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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耶稣，再一次，我相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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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耶稣，再一次，我相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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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耶稣。哈利路亚！请坐。你相信吗？你相信祷告的力量吗？马太福音19章21节记载一个少年人，他问耶稣说：“我要怎么做才能有永生？”耶稣给了他一个让人很忧愁的答案，是什么？就是你去变卖所有的一切来跟从我，分给穷人，
就必有财宝在天上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我们是这样子跟随耶稣基督，好忧愁哦。真的要这样子做吗？真的是这样子做才能进到神的里面吗？我们现在来到教会，我们为什么要有敬拜？我们必须按着神的教导，我们每一天，我们有这样的时间分别为圣。我们要来这边跟神对准，来跟神校正，好叫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上、我们的思想、我们的观念上，是能跟神对齐的。那如何？我们现在的祷告会，我们是要做什么？当然就是要来预备好自己。这篇文章跟我们分享了5个方法，如何去预备好自己，来跟神对准，来跟神校正，让我们走在合神的心意上。第一件事情，因为诗篇27篇第4节说，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，我仍要寻求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瞻仰他的荣美，在他的殿里求问。如何对准呢？第一件事情，学习静默聆听。我们来到这边，我们就是要静默聆听。我们用1分钟的时间，把我们的心安静下来，闭上我们的眼睛，把我们属世上面的困扰、我们的牵绊、我们的担心、我们的担忧，全部都抛下。有一句名言说：“我常因说了而后悔，从不因沉默而后悔。”传道书5章2节更说：“你在神的面前不可冒失开口，也不可心急发言，因为神在天上，你在地下，你的言语要寡少。”换成是另外一个说法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就应该要安静我们的心。不要那么多的 OS， 我们才能够去跟神对准，我们才能够去容纳、去容下神要对我们说的话。第二件事情，我们要去寻求智慧。雅各书1章5节说：“你们中间若缺少智慧的，应当求那厚赐予众人，也不排斥人的神，就赐给他。对于缺乏再计较，也不会拥有。对于拥有的越感恩，祝福就越丰盛。”如何得到智慧？诗篇90篇12节说：“求你指教我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得着智慧的心。”如何得着智慧？就是知道如何数算恩典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，献上赞美跟感恩的祷告。你祝福越多，你感恩越多，你得到的祝福就越多。你献上的感恩越多，献上的赞美越多，你的祝福就越多。一起开口来祷告，献上赞美跟感恩的祷告，开口来祷告，开口来祷告。谢谢主，谢谢你在我们当中，谢谢你帮助我们，主，谢谢你的恩典，谢谢你使用我们，谢谢你赐给我们使用的饮食所需，谢谢你赐下这个大地在我们的当中，谢谢你给我们所需的这个饮食，谢谢你赐我们平安，给我们家庭，给我们金钱，给我们智慧传扬，主，也让我们活在你所生活在你所赐的这美好大地当中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主，我们赞美你，赞美你，因为你是我们的主，因为你是我们的父，帮助我们，主，谢谢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得着智慧。
事情，就是要学习谦卑。谦卑比成功更重要。箴言22章4节说：“敬畏耶和华，心存谦卑，就得富有、尊荣，生命为赏赐。”箴言15章33节说：“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训诲，尊荣以前必有谦卑。”第4件事情还要做什么？要把自己看为渺小。因为诗篇第8篇第4节说：“人算什么？你竟顾念他；世人算什么？你竟眷顾他。”约翰福音3章30节说：“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”我们必须先谦卑，把自己看为渺小。我们一起开口来献上这自洁跟悔改的祷告，谦卑自己来到神的面前，看自己为渺小，求神帮助我们看到自己的软弱。我们一起开口献上这自洁跟悔改的祷告，一起开口来祷告，开口来祷告，开口向神来承认你的软弱，因为你在神的面前软弱，神就必刚强你。一起开口来祷告，献上自洁跟悔改的祷告。主，谢谢你，主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主，我们要向你承认我们的软弱。主，因为我们是软弱的人，因为我们是属肉体的。主，我们不够刚强壮胆，主，我们不敢在人的面前称呼神是你是我们的主。主，我们时常使人跌倒，因为我们的软弱，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造就人。我们常常去说别人的坏话，我们在背后直言。主，我们没有说造就的话，主，我们没有去及时的给别人帮助，没有去荣耀你，主帮助我们，主去原谅我们，主让我们真心的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能够真心的来悔改，求圣灵指教我们，让我们从心里面的悔改，从我们的心里面，我们心灵都被圣灵来指教，让我们的心灵是敞开的，让我们的心是向你来敞开的，让神灵的话语进驻跟我们心里面更多更多。谢谢主，谢谢主。第5件事情要做什么？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来把上帝摆在首位。马可福音12章29节到30节说：“以色列啊，你要听，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，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爱主你的神。”我们一起来把上帝的神，把神的事摆在首位。我们一起来为着我们青年牧区在第3季，我们在这边的礼拜要从行动进入建造。青年牧区的每一位，我们都要一起行动来建造一场礼拜，委身在一个小组，回应一项服事。我们也一起来为着我们暑假在球员 SOS 上面我们所摆上的，我们如何求神帮助我们，知道我们如何宣传，我们如何去愿意向别人来提出这样子的邀请。我们也为着我们的阿嘎贝儿童夏令营的英雄梦工厂，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，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吸引更多的同工进入我们的当中，来服侍人，学习好的样式来服侍人。最后，我们也为自己来祷告，求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来动工，感动每一个弟兄姐妹，让感动的灵也进入牧者的心里面，让他的话语就是力量，就是盐，就是光，就是我们的帮助，就是智慧。我们一起开口，将神的事摆在首位，为着今天来祷告，为着我们的在这边的礼拜来祷告，一起开口来祷告，一起开口来祷告。主，我们将我们青年牧区交托在你的手中，主帮助我们在这边我们所献上的服事，让我们一起学习如何建造，让我们一起学习如何的被神来建造，被神来建造，建造我们的心，建造我们的灵，建造我们的态度，也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，让我们愿意投入在这服事当中，建造一场礼拜，参加一个小组，委身在一个服事，让我们透过彼此的服事，让我们彼此的敬拜，让我们彼此的委身，主，让我们经历更多，让我们能够去被神来
让我们每一个人透过今天的礼拜，神我们的灵被你来触摸，透过今天神的话语，让我们被教导，让我们被激励，让我们被引导在一个正确的道路上，让我们能够得着更多的智慧，让我们透过今天的礼拜，神让我们认识你更多。谢谢主，谢谢主，也愿神你亲自将你的灵摆在我们的牧者世界牧师的身上，帮助他，让他的口宣讲出来的话语是大有能力的话语。我们今天在这边所献上的祷告，都是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名。Amen。哈利路亚！在今天晚上，从主而来的喜乐要充满在这个地方，阿们吗？让我们一起从座位上起立，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。大声赞美，热情地敬拜，高举双手，荣耀你的名。Nothing is holding us down now。耶稣是自由，就真自由。大声赞美，热情地敬拜，你成就一切的大事。Nothing is holding us down now。向世界宣告我的自由。I got the joy, I got the freedom， 对你的爱我无法隐藏，大声宣告你的爱充满我。I got the joy, I got the freedom， 对你的爱我无法隐藏，大声宣告你成就大事，大声欢呼宣告，高举双手宣告，起来拍手。大声赞美，热情地敬拜，高举双手，荣耀你的名。Nothing is holding us down now。耶稣是自由，就真自由。大声赞美，热情地敬拜，你成就一切的大事。Nothing is holding us down now。向世界宣告我的自由。I got the joy, I got the freedom， 对你的爱我无法隐藏，大声宣告你的爱充满我。I got the joy, I got the freedom， 对你的爱我无法隐藏，大声宣告你成就大事，大声欢呼宣告，高举双手宣告。再一次 I got the joy, I got the joy, I got the freedom， 对你的爱我无法隐藏，大声宣告你的爱充满我。I got the joy, I got the freedom， 对你的爱我无法隐藏，大声宣告你成就大事，大声欢呼宣告，高举双手宣告。让我们一起大声的来欢呼宣告 I got the joy, I got the freedom， 对你的爱我无法隐藏，大声宣告你的爱充满我。I got the joy, I got the freedom， 对你的爱我无法隐藏，大声宣告你成就大事，大声欢呼宣告。
是缺乏，让我们继续来更多的来颂赞我们的神。耶和华是我的主，必不致动摇。有耶和华的帮助，还要惧谁呢？耶和华是我牧者，必不致缺乏。有耶和华做我的旗，必全然得胜。耶和华是我的主，必不致动摇。有耶和华的帮助，还要惧谁呢？耶和华是我牧者，必不致缺乏。有耶和华做我的旗，必全然得胜。耶和华是我思维的盾牌，是我的荣耀，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。一宿虽然有哭泣，早晨我们必欢呼。你是我的磐石，我的帮助。哈利路亚！耶和华就是我们的帮助，阿们吗？阿们。我的帮助是耶和华，耶和华是我的主，必不致动摇。有耶和华的帮助，还要惧谁呢？耶和华是我牧者，必不致缺乏。有耶和华做我的旗，必全然得胜。耶和华是我思维的盾牌，是我的荣耀，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。一宿虽然有哭泣，早晨我们必欢呼。你是我的磐石，我的帮助。耶和华是我思维的盾牌，是我的荣耀，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。一宿虽然有哭泣，早晨我们必欢呼。你是我的磐石，我的帮助。思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，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。一宿虽然有哭泣，早晨我们必欢呼。你是我的磐石，我的帮助。一宿虽然有哭泣，早晨我们必欢呼。你是我的磐石，我的帮助。哈利路亚！让我们把掌声、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。是的，主啊，你说喜乐的心可以医治我们每一个人的疾病。在今天晚上，求你让喜乐的灵充满在这个地方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感受到从主你而来的喜乐。让他的喜乐充满你，渗透每一个呼吸，让耶稣的爱围绕你，让他贴近你的心，让我的心单纯向你，此刻我只属
主，我的心不再怀疑，我知道你在这里，我只要你荣耀充满全地，叫世人看见你。主，我愿意成为你的器皿，让赞美永不止息。他的喜乐充满你，渗透每一个呼吸，让耶稣的爱围绕你，让它贴近你的心，让我的心单纯向你，此刻我只属于你。主，我的心不再怀疑，我知道你在这里，我只要你荣耀充满全地，好叫世人看见你。主，我愿意成为你的器皿，让赞美永不止息。我只要你荣耀充满全地，好叫世人看见你。主，我愿意成为你的器皿，让赞美永不止息。哈利路亚！是的，主啊，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。我邀请大家来到神的面前，把你自己的担忧，把你自己的愿意交在神的手中。因为当我们愿意去跟随神的时候，当我们愿意去领受神的祝福的时候，神在今天晚上他喜乐的灵要充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。让我们一起开口，同声为自己来祷告。主说：主啊，我愿意越来越像你。主，我愿意越来越跟从你。主啊，求你让喜乐的灵充满在我的生命当中。让我们一起来为自己来祷告，让我们一起同声交托在你的手中。是的，主路亚，是的，主啊，我来到你的面前，让我们一起再从头再来唱一遍。让他的喜乐充满你，渗透每一个呼吸。是的，主的喜乐在今天晚上要充满在你的心中。让耶稣的爱围绕你，让它贴近你的心。是的，主啊，我们要敞开心来接受，来迎接主的爱，来迎接主你的喜乐。是的，主啊，我要单单的来仰望你，单单的来属我的心。主啊，我的心不再怀疑，因为我知道主你就在这个地方与我们同行。
叫世人看见你。主，我愿意成为你的器皿，让赞美永不止息。主，我要你荣耀充满全地，好叫世人看见你。主，我愿意成为你的器皿，让赞美永不止息。我只要你荣耀充满全地，好叫世人看见你。主，我愿意成为你的器皿，让赞美永不止息。我要愿你荣耀充满全地，好叫世人看见你。主，我愿意成为你的器皿，让赞美永不止息。我们要开口来祷告，我们要开口来祷告，我们要开口为我们自己来祷告。你知道你是神所喜悦的儿女吗？你知道你在被预备要成为他的器皿吗？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，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。我们的喜乐不是虚假的，我们的感受不是被遗忘的，但是更重要是我们的决定，在主面前每一次的决定。求主带领我们，让我们透过祷告，主啊，告诉我们，就在我们当中，我们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礼拜，我们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儿女，我们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器皿。主啊，求主来帮助我，让我明白，若是我这个器皿里面真的有很多很多已经装得很满了，没有办法让主你的喜乐充满我，没有办法让主你的话语充满我。主，我在这个时候要来到你的面前来倒空，我要来到你的面前，不再用我自己的方式来装这个器皿，而是从主圣灵来教导我，在今天的晚上，我要怎么成为一个主所使用的器皿，成为一个主荣耀的器皿，成为一个能够喜乐的起来的器皿。我们这个时候，我邀请大家开口来到主的面前，开口来祷告。你求问他，他必要告诉你，他必要帮助你，因为他是我们的主，他对我们有美好的心意。我们开口来祷告，主耶稣，主帮助，主帮助，主帮助，求你的话语指教我，让我知道我要成为怎样的器皿。就帮助圣灵也帮助我，让我愿意将我的心敞开，让我的器皿倒空，被神灵来充满。主，让我们的这个器皿能够为神灵所用，让这器皿能够被神灵充满，让我这器皿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，让我这器皿能够成为荣耀神的器皿。主，帮助我，指教我，指教我，指教我。我愿意，我愿意成为你的器皿。主，你指教我，帮助我。谢谢主，谢谢主。我们再来唱一次副歌。我只要你荣耀充满全地，好叫世人看见你。主，我愿意成为你的器皿，让赞美永不止息。我只要你荣耀充满
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不仅是要向你求祝福，向你求赐福，主，我们更是要向你求主啊，你让我们的生命要经历更深一个层次，要让我们的经历更深来经历你，让我们的智慧更多被开展，主啊，让我们的生命更多能够承载，主啊，让我们真实成为你的器皿，主啊，就是在要行动的那个时候，主，我们说我们要成为你的器皿，而不是别人要成为你的器皿，不是牧师要成为你的器皿，不是长子同工要成为你的器皿，而是我要成为主你的器皿。主，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因为你应许我们，这器皿是要盛装喜乐，这器皿是要盛装主你对我们的心意，这器皿是要盛装主你所赏赐那无人能夺去的智慧，就在今天的晚上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让我们不仅是追求那看得见的事，主，在今天的晚上，你邀请我们要追求那看不见的事，因为主你说，在看不见的比看得见的更大。主啊，就在我们的心里面，就在我们的相信里面，就在主耶稣基督你的应许里面。主，谢谢你，你透过你死里复活的大能，邀请每一个相信你的人，在今天的晚上，我们要成为一个能够承载的器皿，能够被使用的器皿，能够喜乐的器皿。因为我们知道，活着的不是我们自己，而是主，你与我们同在，你带领我们，我们是为主而活，为主而行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坐下之前，跟你旁边说，你要成为主的器皿。你要成为主的器皿。我们要成为一个什么样子的器皿呢？我现在好像需要有一个人给我另外一个，给我这个好，谢谢。我们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器皿呢？我们今天要讲一个很老套的主题。不好意思，我说很老套，因为我们的主题叫什么？大家知道吗？有周报的人，要不要帮我读一下？从什么？从悲伤转为喜乐。从悲伤转为喜乐。你曾经有很悲伤过，然后就是发生了一些事情，然后突然喜乐的经验，你有这样经验的人举手一下好吗？大家没有是不是？好，你有很悲伤过的举手一下。OK， 手放下。你有很喜乐，就是很快乐，你有先不管他是喜乐还快乐，你有很快乐过的举手一下。OK， 手放下。那你有很难过，然后变很喜乐的人举手一下。好，好像有也有。好，你有很喜乐，然后乐极生悲的举手一下。好，手放下。OK， 好，我开始的时候要先没有，我没有要讲笑话，我要先来讲圣经，大家再来讲笑话，是真的笑话。好，圣经呢，我们要来读这段经文哦。这段经文呢，其实很多人很熟，我们会读2种版本，都是华语啦，不用担心。那诗篇30篇呢，我们会先读现代中文译本，2019年版，比较用现代的方式理解的话，好，我们一起，那我读一节，然后你们读一节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吼，可以吼。今天要听到最后不能睡着，跟你旁边说不能睡着，对，然后再跟另外一边说不能滑手机。对，张木轩听到了吗？为什么我说不能滑手机呢？因为你会错过我重要的资讯。OK， 好，我们要来读这段经文，请哦。上主啊，我颂赞你，因为你救了我，不容许仇敌向我夸耀。上主，我的上帝呀，我向你求助，你就医治了我。你把我从阴间救拔出来，你使我不至于沦入冥府。上主忠贞的子民啊，要颂赞上主，因为要感谢至圣者的作为。你的怒气转眼消逝，他的怒气转眼消逝，他的恩惠永不休止。夜里眼泪汪汪，朝来喜气洋洋。我安稳自在地说，我永不至于动摇。果然是华人的翻译。我颂赞上主，因为他指导我，夜间我的良知唤醒我。上主啊，我向你呼求，我恳求你帮助我。
我死了有什么好处？我进坟墓有什么益处？死人能颂赞你吗？他们能宣扬你的信实吗？上主啊，求你垂听，怜悯我。上主啊，求你帮助我。你使我的悲哀变为舞蹈，你使我脱掉悲伤，披上喜乐。所以我不缄默，我要歌唱颂赞你。上主，我的上帝啊，我要永远感谢你。阿们，阿们。好，我们要换过来了，换你们先哦。我们这次要读的是和合本，有很多人会对这段经文非常的熟悉，请。耶和华，我要尊崇你，因为你救了我，不让仇敌向我夸耀。耶和华我的上帝啊，我呼求你，你医治了我。耶和华，你救我的性命脱离阴间，使我存活，不至于下入地府。耶和华的圣名啊，你们要歌颂他，要颂扬他神圣的名字。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，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。一宿虽有哭，早晨便必欢呼。至于我，我凡事顺利，就说我永不动摇。耶和华，你曾施恩，使我稳固如山。你转脸不顾，我就惊惶。耶和华啊，我曾求告你，我向耶和华恳求。我被害流血，下到地府，有何益处呢？尘土岂能称谢你，传扬你的信实吗？耶和华啊，求你应允我，怜悯我。耶和华啊，求你帮助我。你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，脱去我的麻衣，为我披上喜乐。使我的灵歌颂你，不至缄默。耶和华我的上帝啊，我要称谢你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阿们。在读今天诗篇30篇之前，你曾经有读过它其中一段内容的，可以举下手吗？你有听过的 ？OK， 手放下。所以其实不管有没有读过，其实这段经文大家很熟，对不对？那大家知道这段经文它为什么会这样讲吗？我们再读一次它今天的金句，它的重点是这个哦，请。你使我的悲哀变为舞蹈，你使我脱掉悲伤，披上喜乐。你使我的悲哀变为舞蹈，就是说，它不是只有难过，然后变成很开心，没有，它是开心，他在那里跳舞。诗篇里面呢，很多人都说有很多诗篇都是一个人写的，那个人叫什么名字？大卫，没错。大卫他最会的就是在敬拜中做一件事，什么？跳舞，对不对？所以其实很多人都说这个诗篇，这个诗篇是大卫写的。但是你知道吗？现代中文译本跟和合本为什么要用这两段经文来跟大家做开场白？因为现代中文译本他这样说哦，他说这是得了致命疾病之人得医治后，向上主所做感恩的祷告。就是说呢，学者他们在看这篇诗篇的时候，他们不确定作者是谁，但他们确定一件事情：这个人他过去有得到很严重的疾病，然后他得医治之后，他向上主献上感恩。有没有你曾经得病过，然后你经历上帝的医治，然后你向他献上感恩的？举手，手放下。我曾经就在我青年的时候。因为那时候过度上班很劳累也不是过度上班，是那天白天上班，晚上上课，周末服侍，所以就这么满的时候，我一度被医生说你在那个临界点，你现在的指数在临界点，你可以说你是，你也可以说你不是。那请问大家，如果是你要说你是还是你不是？是。他说你可能已经得了红斑性狼疮，因为我那时候已经出现了左边跟右边的脸有对称的蝴蝶斑，大家有看过吗？它就是一个免疫性的疾病，而且它不会好，它就是一生你要跟它共处。
然后那时候医生说，你现在就在这个临界点，你可以说你是，你也可以说你不是。那你要说你是还不是？我当然要说不是啊，谁要得病啊？我就在那个里面，就在那个医生的面前跟他说：“哦，我应该不是哦。”但是我其实心里超差的，因为我不确定我是或不是。不过我知道一件事，我知道一件事就是神能够医治。你们知道吗？今年2023年的时候，我曾经经历过的事情，竟然在另外一个人身上发生，而且他比我有名，他比我厉害，他唱歌比我好听。这个人好像游牧师有说过他的见证，他叫什么？他叫詹雅文。原来是一个在慈济很热心服侍的一个姐妹，但在2021年的那个跨年，我们都有跨年祷告会，对不对？很多教会都有跨年祷告会。他在跨年的那一天，他决志信主之后，他就得了脑瘤。现在我要问一下，你有没有信主之后觉得你有够衰的？他原来有帕金森氏症被诊断出来之后，后来他信主。信主之后不是应该要好吗？结果他竟然得了脑瘤，而且得了脑瘤不是1天2天的事哦，是要长期抗战的事，而且他得的这个脑瘤是需要开刀的，是非常危险的，叫动脉瘤。动脉瘤就是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死掉，因为动脉它一直需要，它万一血管不小心捏爆了，它就爆掉，就是动脉瘤。就在那个时候，他要开刀，第3次的开刀，然后就问大家一个话，他自己在大家知道他是谁吗？我需要唱他的成名曲吗？我不知道他成名曲，我只知道他唱台语歌的。当他要第3次开刀的时候，就是这个医生要定下日期的时候，他跟他的妹妹一起去到医生的面前的时候，就在那个时候，当天他发一个文，他发一个 po 文，他发一个 po 文说：“弟兄姐妹，你们相信奇迹吗？”不是大家没有弟兄姐妹啦，就是你们相信奇迹吗？就在他自己的 FB 上 po， 你们相信奇迹吗？我今天也要先挑战大家，你相信奇迹吗？相信。我想我们坐在这里，不管你是相信还是你想相信，你总是有一个想要往那个正向发展，所以你会坐在这里，因为你一直在想我的信仰怎么样从相信到跟随，怎么样从经历小事到经历奇迹，是吗？所以我们坐在这里，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在聊这件事情。后来，当他讲完这个话，他 po 文跟他妹妹去就是医院看医生，进入诊间坐下来的时候，医生要帮他安排下一次开刀的日期。结果没想到医生就讲了说你这个病症的结论之后，咻，那首歌叫做《最怕空气突然怎样安静》。就真的凝结。医生告诉他说：“我看了你的这个脑部的断层，你这个右边的动脉瘤完全的消失了，就剩这么一点点，因为他另外一边还有，他右边跟左边都长了动脉瘤，右边的竟然完全消失。”这首诗篇叫做《得了致命疾病的人得医治之后，向上主所做感恩的祷告》。我想今天的这个诗篇会是詹雅文他的祷告。诗篇是要像是一扇窗户，透过黄世倩这扇窗户，大家看到原来信仰
我跟上帝的关系是这样。透过陈如山，我看到另外一面的信仰。哦，原来这个面向是这样。哦，透过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，他所呈现出来的信仰，这就是诗人写下诗篇我们今天读到的原因。所以你会读诗篇的时候，读到为什么会有诗篇的话，就是咒别人去死呢？叫上帝审判那个人呢？最好把他打入18层地狱。没有，这是华人的思想，没有这句话，但意思差不多。你会看到诗篇很真实的去表达我真实经历的上帝。当我们听到刚刚讲的这段话之后，你心里相信奇迹吗？不一定哦，因为还没发生在你身上，对不对？我们心里会为上帝喝彩吗？不一定哦，因为刚刚都没有人拍手嘛，对不对？这是非常新的新闻，5月26才出来的新闻。但是他在讲一件事情，他在讲一个认识上帝的人，透过他的生命，他问的这个问题，上帝会回答他。上帝也会回答你心里面的问题，上帝会回答你生命当中的问题。于是呢，本人就去找了。想说哦，基督徒经历神迹奇事很长啊，所以我特别去找动脉瘤到底是一个容易好的病症吗？结果我找到的，大家可以去 Google 一下哦，搞不好问 ChatGPT 也会回答你。双和医院神经外科专任主治医师苏义昌表示，脑动脉瘤消失的案例非常少见，在临床也只有遇到2个案例。因为脑动脉瘤有血流在脑动脉治疗，不可能说消失就消失，甚至不处理还可能会有破裂的状况。也就是说，它要消失是几乎不可能，因为动脉的血一直在流，它可能会破裂，它可能会怎么样？但是不好意思，在主里面，这就是我们的信仰。所以刚刚在讲器皿的时候，我们当中有国中生的吗？哦，太棒！我们当中有高中生的吗？我们当中有乐龄的吗？应该没人敢举手。就算有，没有。不管你今天什么年纪，你就是一个神机的器皿，就是神能够使用的器皿。可是问题来了，这就是我们读诗篇会经历到的一件事情。问题来了，那我是什么样的器皿？目前的我是什么样的器皿？我要说，詹雅文他经历这件事情，我觉得要拍手归荣耀给上帝耶！这怎么可能发生？这怎么可能这么容易就发生？这个专任主治医师说，这是临床上只有2个案例，但是对基督徒来说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个叫做平常啦，对不对？淑慧姐，这是平常，对不对？你一定有听过更夸张的嘛，对不对？譬如说敬义哥之类的，有没有？怎么会悔改呢？怎么能够改变呢？怎么可能变成现在这样呢？对不对？然后现在呢，所有桃园很多地方都在跟他连接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人的生命有影响力。过去可能是很不好的影响力，可是今天的影响力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在这里，我们在讲的福音是什么？我们在讲一个你不会相信的你自己。我们在讲一个你盼望你成为的你自己，但是你现在还不是。我们在讲一个不仅是你自己啦，我们在讲一个我们可能成为的教会，但我要先讲，我们现在还不是。所以我们现在在讲这个路径，就好像我从桃园车站要走到迦南教会，它有一个路径，你不会开一个门就到了，那是哆啦 A 梦才会做的事情，我们不会做这种事，我们也做不到。但是透过诗篇，我们看见路径。所以第一个路径是什么？第一个路径，帮我读一下，请。经历医治，
从悲伤转为喜乐。信主的人经历医治，从悲伤转为喜乐。跟你旁边说，这叫第一个层次。第一个层次。第一个层次，对吗？什么叫第一个层次？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。有人会打篮球，对不对？我以前很爱打篮球，我现在其实还是很爱打篮球，但我以后会不会喜欢打篮球，我不知道。但目前应该还是，只是我可能跑不太动了。我记得我们在练打篮球的时候，不是练打篮球，练篮球的时候，一定会练一件事情，叫什么？运球。运球。好，我来问一个问题：很会运球的人会怎么运球？哈？哎，张木需要回答，这就是你今天不需要滑手机的原因。来，什么样的运球？花式运球，对不对？胯下运球，对不对？那再厉害一点的人，他怎么运球？我问你们，运2颗不行，就是这个球场上只能有1颗球。我们还是要遵守规则。我记得呢，我们以前呢会练一件事情，就是樱木花道做的事。他做什么事？他会半跪在地上，然后这样练球，这样练球。然后我们会练几颗？100颗、200颗、500颗，不是1000颗，一次就是1000颗。再换边，你运到大概800、500，随便到多少的时候，你的手已经很热了，你的手已经觉得你跟那个球要粘在一起了。然后呢，你会练这个胯下运球，然后呢，你会练这个胯下运球过人，你会练这个运球转身过人，对不对？然后我有一段时间呢，就是我一度被怀疑我是男生，因为我竟然可以花式什么上篮，什么胯下上篮，可以练到这样。我现在应该做不到，我现在应该会卡到那个不知道卡到哪里。但我在讲这是在讲什么啊？我在讲一件事情：信主的人经历医治，从悲伤转为喜乐，这是第一个层次。而第二个层次是今天许多人需要听的。在这首诗篇里面，和合本这样写哦。哎呀，竟然还有目标哎！哦，没有，不是。大卫在献殿的时候做这首诗歌。我接下来要讲的是第二个层次。如果你经历到是上帝的身体的医治，今天牧师要邀请你，你要邀请主医治你的心，医治你的灵。这好悬哦！那我们就继续讲下去。和合本说，大卫在献殿的时候做这诗歌。有没有人信主超过20年的？好，谢谢。我要问卢三哥、张木轩、还苏新敏，请问大卫有没有献殿呐？谁献殿？我要问苏新敏，他一脸疑惑。所罗门才献殿呐，对不对？如果你读圣经，你非常清楚的知道，大卫一生从来没有献过殿，他只有准备好材料，然后他儿子一次把它盖好。自此之后，第一圣殿、第二圣殿、第三圣殿都是从所罗门开始建的那个殿。那这边怎么这样讲？和合本是不是写错字？和合本不是写错字，和合本写到大卫的意象。弟兄姐妹，写到什么意象？大卫在想象以后有一天要献殿的时候，我要唱什么诗歌啦？就像你在想象你告别式的时候要唱什么诗歌嘛？游牧师跟刘牧师都选好，我还没有选好，我还在选。他们都有跟我分享，我想说你们有必要这样吗？搞不好我先走啊。他们就分享他们那时候要唱什么诗歌。大卫在想象有一天那个圣殿盖起来的时候，因为他在准备材料，他是准备材料的人，是他儿子会把圣殿盖起来。他在想象那一天献殿的时候，他要做什么样的祷告，然后他就做了这一段的祷告。他说：“主啊，我颂赞你，因为你救了我，不容许仇敌向我夸耀。主啊，我的上帝啊，我向你求助，你就医治了我。你把我从阴间救拔出来，你使我不至于沦入冥府。”他在讲什么？是不是听起来很玄？但是呢，你知道吗？诗歌就是这样，是我的感受。
我所经历的，我把我的感受说出来，我把我对上帝的想法说出来，我把我所经历的见证说出来。但是你不一定知道它的内容是什么，所以我要讲它的内容是什么。其实在这里面呢，大卫是将他自己所经验到上帝的作为，在他生命当中，用这样的方式表达。但大概就是这2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叫做什么？这个，我这个在之前讲超多次哦。后面那个是谁？大家记得吗？后面那位是大卫嘛？是大卫啊。前面那个是谁？扫罗，没错，对。大卫在想说，他救了我，不容许仇敌向我夸耀，因为在他人生当中有非常长一段时间，他是被追杀的。你跟旁边说不是你，因为他生命当中有一段时间是被追杀的，所以大家可以理解吗？为什么说你救了我？因为神一次一次保守他，扫罗找不到他啊，扫罗杀不了他啊，甚至扫罗以为可以杀他，结果是其实自己差点被杀。但是因为大卫他敬畏上帝，所以他顺服当时的权柄，他没有下手害他。所以有一段话叫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。从此之后，扫罗就怎样？眼睛他嘛，对不对？原文就是眼睛他，就看着他，就嫉妒他。然而大卫经历到，即使在这样的过程中，我是被王嫉妒的，我现在是被王嫉妒，王这么有权力，他怎样都可以杀得到我，怎么都杀不到我，因为上帝保护我啊。他经历到一件事情是，原来我的信仰不是只有身体受到医治，不是只有受到祝福，还有就是，即使我在那个患难中不断不会结束，我仍然是被保护的。你有相信你自己是被保护的吗？你的环境很不 OK， 可能你的老板很不 OK， 甚至你的家人对你来说也可能不那么 OK， 但是神却说他要保护你。这是你的信仰层次吗？神要你经历这个层次，而且不是停留在这边。今天最主要的这一段经文30篇，其实更是在讲一件事情。我引用这个故事。如果我们想知道扫罗跟大卫的故事，可以找撒母耳记上21章到撒母耳记上玩。那如果呢，你想要继续读下去的话，我们读完诗篇就会继续接到撒母耳记下。而另外一个，今天在诗篇30篇里面，牧师想跟大家分享的是，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一件事，就是我的信仰生命不能只停留在这个层次，我要进入下一个层次。什么样的层次？大卫在这个图里面完全看不出来他们在干嘛，对不对？其实是大卫在做一件事情，是一件得罪上帝的事。我知道，牧师你在讲他跟拔示巴通奸的事情啊？不是啊，你以为大卫只有做过一件错事吗？当然不止啊，就像你跟我一样，不会只有做错一件事。通常错的第一件事就有第2件或者第3件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就想说，天哪，怎么挽回？怎么挽回？怎么挽回？有一天上帝出手就挽回了啊，不一定。但是我要说的是，一个被主所带领的人，他一定会被主所管教。一个被主所爱的人，他非常有机会会被主管教。拍谁后我这样讲，因为我相信你们要进入到这个层次，也就是当你发现你不对的时候，神不会容忍你。如果他容忍你，他或许再给你恩典跟改变的机会。但如果他不容忍你，他的管教就会临到。而如果神他管教你，世界牧师要恭喜你，因为你值得被管教，你可以被管教，你有更好的
可能，让你透过这个管教而长大。诗篇30篇，巴拉巴拉巴拉讲了一堆，前面都是赞美，前面是颂赞，然后呢，就讲到呢过去，上帝的怒气是一时，但是他的恩典却是一辈子。为什么要讲这个话？因为撒母耳记下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。简单的讲，就是大卫他数点百姓，这种话我们现在的人根本没办法理解。我来解释一下，在摩西五经，就是创出利民生、创世纪、出埃及记、生命记、民数记，还有什么？生命记，我顺序坏了。利未记，在这五经里面，只有3次数点百姓。什么时候会需要数点百姓呢？第一次在出埃及记的时候，因为那个时候要数20岁以上的男人。然后他们要每一个人都奉献钱供圣所，那时候是搭帐幕，供圣所的需要就是奉献，让教会有钱可以用。简单讲就是这样，让教会能够维持这些我们看得到圣殿礼仪。以当时现在理解是这样，那是第一次数点。而第二次跟第三次数点百姓是在数什么呢？是在数凡20岁以上能出去打仗的。也就是说，那时候会算百姓的数量，只有一件事情，只有一个原因，就是有需要。但接下来就完蛋了，因为大卫为什么数点百姓？在今天我们不会读到诗篇它背景，所以牧师要跟我们分享背景，你才能够理解为什么他这样祷告。大卫在一次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简单的讲，就是那时候没事做，因为太平盛世来到了。他有一天突然心情很好，所以他决定要做一件事情，叫什么？数点百姓。跟我讲一次，数点百姓。因为讲了才不会忘记，不然下次再讲还是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。所以他就在那里算哦，算。我再问一个问题哈，苏新民，如果你要数点百姓，你会怎么算人？你会算什么人？好，问题听不懂。OK， 如果你要数点百姓，你会算哪一些人？你会去查户口名簿吧，对不对？你会去做这个户口调查吧，对不对？我们来看那个大卫他算什么人哈？在不管是撒母耳记下、历代志上都说，他算了以色列拿刀的勇士有80万，犹大人有50万。也就是说，他根本不是做人口普查，他在算他有多少军力，他在算他有多少的能力，他在算他现在有多厉害。就是这样而已哦，就只是这样，就只是算自己有多厉害。你知道上帝怎么回应他吗？上帝回应他说：“你得罪我了，因为你以为现在的太平盛世是你自己给的，因为你以为你现在有的这些军、这些民。”是你的能力，因为你以为这个你所建立的国度是属于你自己的。我们现在在谈另外一个层次，所以如果你到这个层次你有一点点听不懂，那可能就是还需要努力。不过我们的信仰的确要寻求神带领我们继续成长。大卫听见透过祭司告诉他的话，他知道他得罪神。其实大卫不是祭司告诉他，他才知道，是他知道，他早就知道他现在这样做是得罪神。所以他遇见一件事，上帝就跟他讲：“我给你3个选择。第一个选择3年的饥荒，第二个选择瘟疫，然后第3个选择我忘记了，因为我这边没有纸，我是。”写大纲，讲到后来呢，大卫说他没有办法选，我只能顺服上帝的带领。结果
就在那个时刻，以色列人全面瘟疫发生。以色列人全面瘟疫发生，只是他们的王，只是因为他们的王数点百姓。我们要认识神的话，不是只有现在认识现在神的话。他在那个时代讲神的话，这样解释很听不懂。简单的讲，就是大卫看见了那个来发下瘟疫的天使，就对上主说：“那个是我犯的罪，我才是做错这件事的人。这些无辜的人民做了什么呢？你应该要处罚我和我的家人。”大卫是一个王，在那个时代，王就代表他整个国家。也就是说，当王做错的时候，就是全部都怎样？连坐法，全部有罪。所以我们看到旧约的时候，会发现一件事情哦，是那个人做错事，为什么他整个家族都会一起灭亡？因为他们当时不是用一个人一个人算的，是用一个家族一个家族算的。所以如果你是一个王的话，这整个王，所以我们看到旧约讲到很多很多的王，对不对？他只要当那个坏王，他那个国家一定会坏掉；他只要当好王，他的国家就会慢慢的变好。因为王就是有这样的权柄跟这样的代表。那我在讲的就是你，我在讲的不是别人，牧师在讲的就是你。你不一定是一个王，但很确定的是，你有从上帝来的权柄。所以你活成什么样的生命，你就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力，然后你就会有什么样的结果。所以我刚刚说，如果你发现你真的走错了，你要感谢主，他愿意管教你，因为他的目的不是要你灭亡，他的目的是因为透过管教，你知道那个是正路，你要行在其间。所以大卫就在那个时候，他是一个很妙人。圣经说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，不是因为他什么事情都做对，而是每一次当他发现他做错的时候，他第一个反应就会说：“是我，是我。”他第一个反应就是他会马上承认，他第一个反应就是他会知道主是主，我是人，所以我要承认，不会硬着颈项，不会说我就是要怎么样，我就看会怎么样。没关系，你就看吧，神出手才知道有没有。所以他讲完这段话之后，你知道吗？神很奇妙。我们说怒气是转眼之间，慈爱是一生之久，就在讲这段经文。那时候的祭司迦得就去见大卫，就对他说：“你到亚劳拿的麦场去，在那里筑一座祭坛。”为什么要在那里筑祭坛呢？因为当时的人，如果你做错一件事情，你是一个认识上帝的人，你就会带着祭物，就是要拿去献给上帝的动物也好，或是这些植物也好，他们就会带去到祭坛的面前，烧掉它，当作祭品，就是为我赎罪的。所以耶稣才要为我们钉十字架，因为如果没有人付出代价，那罪是不可能消失的。所以每一件事情，它必有它的代价。只是我们活在一个很恩典的时代，耶稣就为我们钉上十字架，所以我们的罪好像很轻松被一笔勾销。可是以当时来说，你是要去找出可以献祭的牛跟羊，你是要去找出这些可以献祭的植物，然后你要叫你的仆人跟着你一起带到祭司的面前，你还不能献祭哦。祭司再把这些祭物拿到祭坛上去献，献完之后他再出来告诉你说你有没有献完。以前是这么麻烦的，不像我们很舒服坐在这边。所以就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，后来这边看到吗？就在讲这段经文，你们要感谢至圣者的作为，因为神没有让瘟疫继续发生，而是透过大卫他承认，他透过献祭去回应上帝，然后在今天的经文，今天经文的背景。
他的子民有一个人，他叫亚劳拿，跟你旁边说亚劳拿，就是一个很难念的名字啦，反正就是一个人。这个人他有很大片的土地，他跟大卫说：“王啊，你可以随便拿这里面的祭物拿去献祭。”可是你知道大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吗？大卫跟他讲说：“不行，我当然是王，这全部都是我的，没有错。但我要按着价钱跟你买，因为我不要向上主我的上帝献上白白得来的祭牲。”意思就是他知道他自己要付出代价，而且他愿意付出代价，即使别人要为他付出代价，他说不用，我要自己付上代价。然后这应该是撒母耳记下这边说，他为上主筑了一座坛，献上烧化祭和平安祭。于是上主垂听了王为国家所祈求的，瘟疫就在以色列停止了。瘟疫就在以色列停止了。一个跟随主的人，为什么叫上帝忠贞的子民？他就想上帝子民就好了。因为我们透过刚刚所说的故事，我们知道一件事：大卫是个很忠实的人哦。大卫他不会在那边跟你说啊，那好啊，很恩典就很恩典，然后别人为我付上代价就付上代价。没有，他觉得我自己要很实在的去回应神。然后，所以这段叫做忠贞的子民。在诗篇写到许多形容词，都不是单单的只是讲一个状态，而是讲它背后真实发生的故事。就好像你跟我们会唱一些诗歌，它背后可能有一些故事。我们特别喜欢一些诗歌，它背后有一些故事。所以在今天的经文里面，大卫他真实经历到这件事情，他来到主的面前，献上这首诗歌。献上这首诗歌之后，他就说：“我呢，至于我凡事平顺，便说我永不动摇。”他就说：“我安稳自在，我永不至于动摇。”弟兄姐妹，你进入到这个层次了吗？今天我们在分享的这段诗篇，不只是在讲一个人他对上主的祷告，而是在说一个刚刚是信主的人，对吗？现在不一样了，进入第二个层次。帮我读一下上面的话：跟随主的人经历医治，从悲伤转为喜乐。跟随主的人经历医治，从悲伤转为喜乐。信主跟跟随主到底有什么差别？很多的时候，这个谢谢于文帮我做这个超级可爱，我自己画不出来。很多的时候，一个人信主，他会追求什么？身体的医治，对不对？身体的医治，环境的医治，家人关系的医治，经济的医治，还有什么医治？皮肤的医治。好，我就是经历免疫系统的医治。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在分享信仰，就只停留在这边。所以当我没有生病的时候，我需不需要医治啊？不需要啊。我没有生病的时候，我需要上帝吗？不需要啊。但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的信仰就停在这里，太可惜了，太可惜了。因为神要带来你生命的医治，是身心灵的医治。有灵吗 ？OK， 哦，有黄色，心灵的医治。所以今天牧师在跟你们分享的时候，我是在讲一个人他经历到他生命当中，从环境上上帝的保护，从身体上的医治，一直到他心灵里面那个自私、那个自我中心、那个骄傲、那个自卑、那个受伤，都能够被主医治。然后不是只有停留在这哦，停留在这哦，我好了。请问你好了要做什么啊？请问你那么健康要做什么啊？牧师问你，你那么年轻要做什么啊？再问一个，
你那么有钱要做什么啊？爽啊，帅啊，对不对，宋恩？要做什么啊？我这次去土耳其有很多的分享，我最近打算要慢慢写一些专栏，然后跟大家慢慢分享。不过上礼拜在讲一个那个低谷啊，我觉得我还要再讲一次给大家听。我们现在看这张图是不是就是一个什么啊？这什么图？对不对 ？OK， 我用这边的图好了，这边应该看得到。OK， 好，我们来看这个图哦。我现在在照片的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是一个城的山谷上，这个地方叫做老底嘉，大家有看到吗？就是座位，这都是座位。OK， 这是，然后看过去呢，这边有一个白白的地方，这个白白的地方是另外一个山谷，它叫做希拉波利。大家看得到吗？对，它叫希拉波利，它就是现在土耳其很有名的碳酸什么的地点，然后那个一层一层梯田都是白色的，因为它那个是碳酸钙。然后那个地方盛产温泉，然后老底嘉怎样？盛产温泉，哎，这么远呢？我们这样看有点看不到，因为它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地方，那个地方就叫做里古河谷，它是一个河谷。是一个很大的河谷，真的非常大。我们可以从老底嘉，就是启示录的其中一间教会，这个古城，看到远远的地方有另外一个古城，那个地方叫希拉波利，现在叫棉堡。它中间有一个很大片、很大片的山谷。我去到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感觉。我上个礼拜在这里祷告。我就在这里祷告，因为那是游牧师，我坐在这里祷告。上礼拜主领是谁？佳琪吗？我们唱的第3首歌叫《当你找到我》。什么叫灵性的医治？我真实经历这件事情。那首歌叫做《我跟随你从高山到低谷》，记得吗？从高山到低谷。我记得我在神学院2年级的时候读这段，觉得超衰的。我怎么会跟随神之后从高山到低谷？我不也太衰？我没有信主就算了，我信主之后还这么衰，这是真的信仰吗？这是神要给我的信仰吗？我们常说我们会有高山，会有低谷，什么样的高山，什么样的低谷？弟兄姐妹，这个里古河谷就是贯穿温泉的一条河道。所以从这个地方，从我们现在的画面的那个源头到对面的棉堡，它整片全部都是有温泉的地方。所以突然就觉得台湾的温泉根本不够看啊，因为人家一个地点的温泉就这么大一片，然后全部都是温泉。到现在。老底嘉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城，它2世纪就存在。而且大家知道吗？老底嘉在圣经里面是一个一直被骂的一个教会。什么原因他被骂？因为这个教会怎么样？跟你旁边说很有钱，好，跟另外一边说很有人才。OK， 位于市中心。有没有突然觉得我们被骂了？我在说什么啊？你知道老底嘉非常厉害到一个程度，他们有钱到一个程度。那个时候，如果遇到天灾人祸，罗马帝国是可以派军粮、派援助去帮助的。结果在主1世纪的时候，60年的时候，发生了一个在当时土耳其，就像现在上次那个地震这么严重的地震，就发生在土耳其，超多的城都啪啪啪啪啪就倒掉了。结果罗马帝国来问，因为老底嘉是一个很重要的城市，就问老底嘉说：“那你们需要什么帮助？我们要帮你重盖罗马大道吗？重盖浴场吗？重盖竞技场吗？重盖室内演艺厅吗？”哇，你看一听是不是跟现在很像？那时候1世纪，他们就这么辉煌。结果老底嘉教会、老底嘉城的人怎么跟他们回答？大家要不要猜猜看？
对，那个一定是听过哈，或是太聪明有猜到。老底嘉这个城的人说：“哦，不用不用，我们很有钱，我们自己盖回来就好。”他们有钱到这个程度，但是启示录神的启示说：“你们自以为一无所缺，但是你们是疲乏、是困苦、是瞎眼的。”所以弟兄姐妹，牧师跟大家分享，是要鼓励大家：你预备好进入信仰的下个层次了吗？你预备好，不只是停留在什么服侍很多，什么样的生命，我就来做礼拜，我就来小组，我就等别人来关心我，我就只要这样做就好。大卫在经历的是他全人身心，上帝的医治临到他。他所经历到的是全人身心，上帝为他预备，不是只有当一个王。以当时来说，当一个王已经超级了不起了，我为什么还要信上帝呀？因为他知道他所有一切可以掌权的国度，也就是你所有一切你自己可以安排的事情，都是在上帝的主权里面。最后用一个故事跟大家分享。我最近看到我大姑跟我分享，我觉得很好笑。不好意思，我这样讲就一定是不好笑，因为我超不会讲笑话的。这个是一个校长分享的。他说：“你知道吗？心眼就是小心眼，这个心眼啊，有没有心眼这个心眼？”他说：“心眼这东西很难说清楚，想多了呢，你就叫做什么小心眼，对不对？想少了叫什么没心眼？答对。一直想叫什么？佳琪叫死心眼。那不想呢，叫做什么？缺心眼。那请问心眼长什么样子？”然后他就讲了一个故事。他说他昨天遇到一个富二代，说自己是集团公司的接班人。他说我听到的时候忍不住笑出声了。一个集团算什么？事业能多大？我在8岁上小学的时候，老师就说我是什么国家未来的什么？对呀，三民主义的接班人呐！这件事我从来没跟别人透露过啊，因为我知道做人要怎样，对，而且要低调，要有组织纪律的概念啊。如今我都60多岁，到现在也没有人来跟我讨论具体我怎么接班，但我仍不忘初心，牢记使命，坚持的埋伏在社会底层的老头子和老太太里面，做一件事叫什么？等待，不是忍耐哦，是等待。心里一直反复一个誓言，我准备着。半个小时前，我接到了一个很陌生的电话，对方啊问我要不要贷款。我当然说要啊，子君要不要贷款？要喊下去，对不对？好，对方很高兴啊，他问我说你要多少？我想都没想就跟他说50亿，50亿啊！好，对方说那你的抵押品是什么呢？我回答他有哦，有楼，哪里的楼？他会说圆山大饭店。对方一听，哇塞，太强了吧！对方问说你是什么人？我回答说国家未来的主人。对方就把电话挂了。弟兄姐妹，你会不会面对诈骗呢？求主帮助我们，不要只是像个诈骗，而是像他的儿女。我们一起站立起来，求主帮助我们，
他是叫我们抬起头的神，他是让我们的生命活出不一样层次的神，他是在一次一次的带领我们当中，透过我们的祷告帮我们梳理的神。主啊，你是我的神，我一切的好处不在你以外。一宿虽然有哭泣，就在今天这个时候，我的心里可能还是很苦闷，但主你说早晨便必欢呼。主，我能够欢呼的原因是因为我深知主你掌权，我知道你是保护我的主，我知道你是带领我的主，我知道你是管教我的主，我更知道主你是爱我的主。你让我的生命就在其中不断的成长，不断的改变。感谢赞美你，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一起唱这首诗歌。耶和华是我的主，我必不致动摇。耶和华是我的主，必不致动摇。有耶和华的帮助，还要惧谁呢？耶和华是我牧者，必不致缺乏。有耶和华做我荆棘，必全然得胜。耶和华是我思维的盾牌，是我的荣耀，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。一宿虽然有哭泣，早晨我们必欢呼。你是我的磐石，我的帮助。一起来拍手，将荣耀掌声都归给我们的神。我们要来赞美他，因为他是我们的神。耶和华是我的主，必不致动摇。有耶和华的帮助，还要惧谁呢？耶和华是我牧者，必不致缺乏。有耶和华做我荆棘，必全然得胜。耶和华是我思维的盾牌，是我的荣耀，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。一宿虽然有哭泣，早晨我们必欢呼。你是我的磐石，我的帮助。弟兄姐妹，我要邀请大家来祷告。什么事情你觉得你真的觉得在那个一宿当中，在那个一天的晚上里面真的很难过，睡不着？你觉得这件事真的就是一个议题，你没办法胜过？神应许说，一宿虽有哭泣，早晨便必欢呼。你很想要欢呼的是什么？我知道在我们当中，有些人你很想欢呼的是，你希望有一个很好的对象，对吗？有些人希望我的成绩能够改变，有些人他有一个群体的盼望，他希望教会能够改变，有些人他希望他的家庭能够改变，但事实上是我真的没办法改变。这是大卫经历真实的境况，他的一生都在这当中。但是有一天，他竟然写出诗篇30篇，因为他遇见奇迹就发生在他的生命当中。我看见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国际性的教会，我看见我们的弟兄姐妹是一个不断在成长、在改变的弟兄姐妹，不是因为我们的年纪，不是因为我们的条件，而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相信神的奇迹会发生在我生命当中的生命。我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，但是我很清楚一件事，神的话语是要我们的生命有盼望，神的话语是要我们的生命有挑战，神的话语是要我们的生命有力量。
当我们相信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开始赞美主。所以你预备好了吗？我们要开口来赞美我们的神，我们要开口用赞美的祷告来到主的面前，因为他帮助我们，因为他是我们的神。我们开口来祷告，主啊，我们来到面前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。主啊，你说一宿虽有哭泣，早晨便必欢呼，因为你将生命的道放在我们的身上，你将生命的力量赏赐在我们的身上，你让我们有勇气来面对我们现在所遇到的困难，来遇到我们的挑战。主啊，求你将那与人和好的关系、与人和好的话语赏赐给我们。求你将那洞见，能够看见主你在这个世代的心意，这样的美好赏赐给我们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我们要赞美你，因为主你是定义要成就美好事的主，你是定义要叫我们抬起头的主，你是在各样的时刻里面帮助我们到如今的主。谢谢你带领我们，你是掌权的主，主你是医治的主，你是永恒的主。主啊，你更是与我们同在的主。主，你为我们道成肉身，叫我们能够明白，透过这个世代各样的方式，主你都在启示我们，有一位爱我们的神，要带领我们不断的突破我们自己的限制，与你来连结。主，谢谢你，所以我们有这个确据，我们知道我们不需要停留在悲伤，我们能够脱掉那悲伤的衣裳，穿上那喜乐的衣裳。因为主，你对我们说，你透过保罗的话，你说我们不是以为我们已经得着了，我们乃是相信主你是我们的标杆，我们的一生要向前奔跑，与主同行。谢谢你带给我们这么有力的话语，透过诗篇30篇，你建造我们的生命，因为你不要我们的生命只是牢套，你要我们的生命能够解套。主，谢谢你，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